Hello，今日同大家總結下啱啱舉辦咗一個7日嘅辟谷修行營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就係非常之成功嘅，因為即係10年前第一次參加，咁一路都有跟老師學習，自己亦都因為即係第一次參加咧，就打開咗自己嘅一道即係叫修行之門啦。咁今次咧作為一個舉辦方咧，咁個心態係完全唔同，但係學習咧亦都係完全唔同嘅喎。正所謂遊戲參加者同遊戲設計者咧，即係兩個角度睇嘅嘢都係好唔同嘅。咁首先我自己覺得即係非常有呢個緣分啦，因為開悟覺醒係人生一大事啊嘛。咁如果我哋做一啲嘢係令到人向呢個方向更進一步咧，咁呢個亦都係好值得做，即係亦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件事嚟嘅。咁所以今次我自己覺得可以邀請到老師過嚟啦。咁我亦都見到老師呢咁多年間嗰個功力即係有提升咗啊，即係啲智慧又提高咗啊。咁我喺側邊就算喺側邊聽課，咁有時要做嘢，咁我自己其實個收穫都非常之大。咁又總結幾樣嘢咧。咁第一就係從呢個遊戲設計者嘅角度去睇啲參加者咧，係即係首先身體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載體嚟嘅。即係你諗下7日唔食嘢，我見到啲學員由開頭好精神，咁中間有段時間開始調整比較攰，跟住去到最尾去到第6日度啦，我見到個人個樣咧已經係精神晒。可能第5日塊面有啲人塊面仲係黑色嘅，即係因為調整緊啊嘛身體，咁又好轉反應啊。即係簡單嚟講排緊毒，咁你排緊毒，即係你將啲垃圾喺個梳化底掃出嚟，咁你間屋都污糟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排完毒咧，話見到個人都真係容光煥發。咁最犀利有個學員咁7日減咗20斤。咁即係10公斤左右，咁成個面容基本上後生咗5至10年啦，最少每人都。咁身體即係要讚嘆，就係身體嗰個即係聰明同嗰個智慧啊！即係首先食嘢係一個觀念啦，即係原來我哋唔食嘢係唔會死之餘，身體仲會進入一個調整嘅狀態。咁所以推廣開去咧，呢個思路。其實所有嘢都係我哋受觀念束縛，即係只要我哋將個觀念好似一條鎖鏈咁逐個解開咧，其實人生就會慢慢去自在。咁當你自在，其實就會放鬆，咁你嘅情緒亦都會冇咁多煩惱，咁你會慢慢可以即係向住靈性開悟呢個道路進發啊嘛。咁第二個我嘅感想就係，我見到即係再繼續聽劉老師啦，即係一個非常有智慧嘅一個老師。咁佢再繼續講，其實我哋嘅人嘅道路最終係會去邊度咧？其實每個人個道路去到最終咧，都應該去翻本源，就係去翻個真心。OK， 即係所謂心想事成啊嘛。咁心係乜嘢咧？我哋要知道咩係嗰個真正嗰個心。就係我哋嗰個本源，我哋嗰個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嗰個真心。所以我哋修行之路咧，就係要將我哋去返呢個真心嘅一個本源，即係好似吸引你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咧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